若安颱風動向及發展記者會2026年1月17日張之一熱帶氣旋路線圖啊！而家個若安已經增強為 S4， 中心風力為90公里每小時風速啊！天文台對熱帶風暴若安預測，熱帶風暴若安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。到下晝4時，強烈熱帶風暴若安集結於馬尼拉之東南偏東約810公里，預向西北移動，時速14公里，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。預測佢已經增強為強烈熱 SCS， 中心風力為90公里每小時風速啊！佢先向西北移動，然後再轉向西南移動。同樣預測，若安颱風會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，海水溫為29度至30度，風勢極中等，大雲頂良好，隨此風勢變東緊，高空流出能到至中等，副高位置偏西。呢條件係有利於熱帶風暴若安增強。澤成預報熱帶風暴若安已經為 SCS， 中心風力90公里每小時風速，先向西北移動，其後轉向東北，橫到西北太平洋以東海域。同理預測，若安颱風會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。完。